屏东的代志，屏东枋寮站的有一个嫌犯趁一个负责人伫邮局领现金10万块了呢，随大进前要加抢。这个负责人有反抗呢，因为安尼面受受伤，想最后嘛互对方抢去差不多76000块现金。警方一个接到消息了，赶紧追查，案发20分钟内，就是离案发的地点150公尺，有一台这个计程车车顶，找到这个嫌犯，将人家抓起来。 警察甲查甫人为客程车摇落来，想要甲人压起来，也毋过对方唔肯乖乖配合，直直咧滚龙拍喷。向真侪困难，真无简单，才甲嫌犯抓起来。嫌犯背偌久进前抢来真侪钱，全部散散落落，搭伫咧附近的大路。 昨暝8点多，涉案的被害者当伫咧屏东枋寮邮局的 ATM 领10万，随口38岁姓张的嫌犯抢走超7万6，落尾赶紧让港栓。地上有2个人在扭打，可是我当下我觉得说是小朋友在玩嘛。那个抢了之后，他那个男生就赶快跑出来，然后跑出来之后，因为我有看到他一直跑嘛，然后我就赶快进来店跟我们家人说有抢劫。 警察调监视器检握嫌犯的体型含义清查，伫咧20分钟内，离案发地150公尺路口，抓到坐伫咧客程车内的嫌犯。讯号以强盗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方警察署侦办。防抢劫阿桑因为含嫌犯伫咧相拍，并受伤。附近的民众讲，因为嫌犯捌看过，进前就看过伊伫咧附近大路蛇动溜链，行为怪怪，想要到会甲人抢劫，落尾嘛防移送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